入到嚟佐敦嘅蒼狼亭，就會俾佢周圍嘅環境吸引住，簡潔而時尚嘅設計，處處流露出新派食府嘅氣派。呢度樓高共有3層，層與層之間有一道透明嘅樓梯相通。而蒼狼亭嘅老闆仲特意將1樓同2樓嘅中間位置打通，令整體嘅空間感擴闊，咁客人就自然坐得更加舒適啦。而踏入秋季，又係食火鍋嘅最佳時節。蒼狼亭嘅廚師專程去到四川重慶取經，將當地嘅火鍋精髓帶到嚟香港。睇下呢一鍋熱辣辣嘅重慶鴛鴦鍋，一邊係麻辣湯底，以四川地道香草料、多種藥材配製而成，味道香中帶辣；而另外一邊係清湯底，以番茄雞湯炮製，照顧埋唔食得辣嘅朋友需要。除咗有咁正嘅湯底之外，蒼狼亭嘅火鍋配料一啲都唔簡單，有啲更加係全港獨有。就好似呢款黑毛肚，普通嘅牛柏葉好多人都食過，但係嚟自四川長毛牛嘅黑毛肚，你有試過未？將黑毛肚放入火鍋中灼一陣，出嚟嘅效果爽脆彈牙，真係令你讚不絕口。而呢款四川新鮮海帶，唔好睇小佢外表平平凡凡，佢係屬於植物類嘅一種，對人體有益，而且食落口感軟滑清新，用嚟打邊爐就最啱啦。其他嘅特色火鍋配料仲有小籠湯包、江蘇蝴蝶貝、四川牛心定、青海羊肉片、手切牛肉、鴨腸、四川苕粉同埋重慶黃喉等等，款款都各有特色，一定滿足到你唔同嘅口感。有啲人話火鍋好唔好食，都要睇下啲醬料調配得好唔好。蒼狼亭亦為你準備咗多款醬料，任君選擇。其中特別為你推介呢款醬料三寶：芝麻油、陳醋、生蒜蓉。將3樣醬料攪勻，唔單止可以帶出食物嘅鮮香味，仲可以幫助腸胃消化、通氣殺菌添。除咗火鍋之外，蒼狼亭嘅其他菜式一樣咁特別，就好似呢款大蒜河鰻，係一款好傳統嘅四川菜。河鰻即係淡水白鱔，廚師用生蒜子煲水，將白鱔去神，再用秘製醬料、豆瓣醬、蒜蓉等一齊煮，出嚟嘅效果酸酸辣辣，非常之醒胃，仲有驅寒嘅功效。而大漠分烤雞，聽個名就覺得有氣勢。廚師首先喺鑊底放入大量石春、砂糖，最後放上蒸籠，入面就用茶葉圍住新鮮雞，以熱力將雞分熟。出嚟嘅效果可謂原汁原味，一陣陣原野嘅芬香味道從雞隻滲出，加上嫩滑嘅雞肉，就為呢道菜添上完美嘅感嘆號。蒼狼亭嘅總店位於佐敦長樂街18號，只要喺佐敦地鐵站 B1 出口，沿彌敦道旺角方向行，唔使5分鐘就到㗎喇。